兄弟姊妹平安。今仔日咱足欢喜来到圣殿，咱要来阿罗咱的上帝，对无？阿妹，咱即时来唱圣诗392首，阿罗上帝万福不完。阿罗意思就是赞美，吼，咱来唱阿罗上帝万福不完。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好，感谢主，感谢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主，哈利路亚，赞美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主，哈利路亚，赞美主，感谢主。好，我们姐妹弟兄请坐。好，接下来我们来唱38首第38首，圣诗第38首。Oh
所以啊，所渴望的代志。上帝要以伊的性格甲伊的旨意来甲你请。上帝要来成全你，要予你充满着感谢。咱来用咱的心来感谢我罗咱的上帝，伊是遮尔啊奇妙。当我头一届拄到耶稣的时阵，我心内真正是头一摆爱，足疼足甜蜜的。上尾咱来唱圣诗178首，178首。求主用你圣神来充满我的心，求圣神今仔日充满咱的心。咱唱第1节到第3节，咱斗阵来学罗上帝。主耶稣，感谢我罗你，阮今仔日来到你的圣殿，主耶稣，你的神圣充满了这个圣殿，求你圣灵的充满我们的心，让我们真的能以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主啊，感谢赞美你，今天你带领司马库斯教会弟兄姐妹来到我们的圣殿当中。主啊，我们要同心的赞美你。主啊，因为你的爱是不分种族、不分地区、不分人类的肤色、不分人类的男女、不分人类的孩童。感谢赞美你。世界上有许多的战争，许多可怕的事情、邪恶的事情，但是主啊，你是美善的神，求你在此时充满我们，使我们有你的圣灵来引导。你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来为我们祷告。主啊，我们将今天所有的侍奉、所有的赞美都荣耀归于你。我们这样祷告不配奉告主耶稣宝贵的名，阿们。上帝是神，敬拜伊的人就用心甲真情来敬拜。请咱闭眼心来听候上帝降临，用欢喜的心来敬拜伊。
上主啊，你所做的一切，拢要感谢你。你圣的子民嘛要称赞你。伊要讲起你的国度的荣光，谈论你的大权能，通互世界的人拢知影你大权能的作为，知影你国度的威严甲荣光。咱三个来吟圣诗178首来学罗上帝。求主用你圣神来充满我，请大家起立来吟全首，第178首。谢谢。咱三甲阿头来祈祷。天父上帝，阮要来感谢阿罗你，你是至高的上主宰，你创造万物甲人类，互阮来管理这个世界。阮所有的作物，毋论是阮感觉是欢喜的，还是艰难的，阮知影其中拢有你上好的旨意。你要互阮来学习，来互阮哪来哪成耶稣基督，通伫世间人的头前做你的见证，互阮众人拢看会到你的荣耀、你的荣光。阮感谢你的引带，你替阮排除逐项的搅扰，互阮有这个福气，今早起通来到你的面前敬拜，阿罗你。我嘛感谢你过去这个礼拜，你互圣神常常到阮伫咧，互阮提醒，保守阮的心，接受你的引带，互阮通来认捌你，恳求你提起阮内心的骄傲，愿意逐工谦卑来到你的面前，互阮听见你甲阮讲的话，明白家己的不足，愿意来学习，逐工拢有新的体会甲进步，一步一步，通成做你好用的器皿，来完成你互阮的使命。上帝啊，感谢你看顾阮的教会，阮明年就要70年，阮有一寡庆祝的工课，
要开始，请你甲阮看顾，互阮伫即个内面，互大家拢看到你伫阮教会的恩典，你守守互阮的平安甲喜乐。阮感谢你一直甲阮伫地，伫阮的中间有一寡会友，因为身体的欠慢，也是工课有需要，即马袂当来到你的面前，请你由愿赐福，互因平安顺遂，满满喜乐。阮下面的时间，接续的时间，来请你看顾，请信心甲阮伫地，开阮的心门，听你对阮讲话，互讲的听拢受到感动。安尼感谢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咱来交读经文第22篇，嘛是记载伫诗篇第95篇。来啊，咱来唱歌阿乐上主。咱就用感谢来到伊的面前，因为上主是伟大的上帝。伊统合地极深的所在，伊创造海洋、大海、嘛小鱼。来啊，咱来叫讲敬拜伊。因为伊是咱的上帝。三角来强读，经受上帝的话，记载伫诗篇第8篇第1节到第9节。诗篇第8篇第1节，上主，阮的主啊，你的威严普及全地，称赞你的声透到天顶，对囡仔甲婴仔的喙唱出来。你要起造要塞，封闭敌人，要消灭对敌，消除冤仇。看到你亲手创造的天，你所安排的月亮、星辰，人算啥个？你遐尼关心，世间人算啥个？你遐尼照顾，你互伊比天上的水搁较低，你使人光尊贵做花冠，互伊戴。你指派伊管理你亲手创造的万米，你互伊有权柄支配一切。一切羊、牛、山野走的走兽，空中的飞鸟，海洋的鱼类，甲活米，上主，阮的主，你的威严普及全地。先读到这，这时来请司马库斯的诗班来学录。
这时我们要请司马库斯教会达布恩马赛牧师来讲道，伊要讲的题目是为彰显上帝的荣耀，伊要用华语来讲。大家平安。我只会这一句台语。我知道这一场是台语礼拜堂，但是因为我的台语实在非常的抱歉了哈，因为我讲台语会讲到像讲母语一样，所以我就用华语容许我用华语来向大家分享。今天的题目是为彰显上帝的伟大。首先，亲爱的新竹公园教会的我们牧长职以及所有的弟兄姐妹，牧师先仅代表着玉山神学院向大家由衷的一个感谢，谢谢你们这样的一个接纳，让我们司马库斯的诗班，我们代表着玉山神学院来到这里请安报告。首先，愿上帝大大的纪念、祝福我们在座的所有弟兄姐妹。今天是玉山神学院迈入79年这样的一个无数的年头当中，若不是上帝的带领以及眷顾，透过国内外的牧长者以及所有的弟兄姐妹，无论是个人或是团体，长期的奉献以及纪念、祷告，我们玉山神学院才能够走到今天。玉山神学院的教育发展也能够如此的遍地开花。我想今天这个当中，我们也能够用我们自己的赞美诗跟祷告文来彰显上帝的伟大，就如同今天的经文一样，诗人也是透过他们的信仰生命的历程当中，透过诗词来转向上帝，在当中有很多的经历跟看见，甚至是他们的信仰反省。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是玉山神学院的奉献纪念主日，我要邀请大家，我们一起来思想原住民玉山神学院为这个世界、为原住民、为台湾、为彰显上帝的伟大，到底所背负这样的一个责任到底是什么？我们要透过今天所读的经文，一起来学习，到底如何成为他们的赞美诗跟祷告文，来彰显上帝的伟大。玉山神学院到底背负起什么样的一个使命跟责任呢？第一个，为了彰显伟大上帝为了彰显上帝的伟大，人被赋予君尊的华冠。我们看到诗篇是犹太人从巴比伦归回后早期的诗集而形成的。就如我刚刚所说的，在这些的诗词当中，他们转向上帝，当中有他们信仰的反省，以及生命信仰的经历。在犹太人从巴比伦归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圣殿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一群意识到自认为是上帝选民的这样的一个族群，他们为何会落到如此凄惨的一个命运？为什么他们的圣殿被拆毁？为什么他们被掳到巴比伦？所以开始以诗篇作为他们的赞美诗跟他们的祷告，来寻求上帝。在敬拜中敬拜着
就如刚刚所说的，他们朝向上帝，甚至有许多的疑问来问上帝。然而，就在诗篇第8篇第5节说，在这个经文里面，神说：“你使他比上帝微小一点，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这一节经文很清楚的在告诉我们，上帝给予人非常有这样的一个崇高、君尊这样的一个地位在当中。这个意思是，上帝决定赋予人的地位，这个地位比天使小一点，因为这个天使，牧师去查考我们的原文时，它是写着比诸神小一点。如此一来，我们可以看很清楚的在告诉我们，上帝赋予人有一些非常崇高、非常神圣的一个地位在当中。所以我们要看到，上帝要赋予人这样的一个尊贵、这样的一个冠冕的时候，我们看到了上帝决定把世上的所有人类封立为王。这个如此一来，我们就看见了人类的地位确实是非常的高。上帝所赋予的地位，就如同皇家或是君王那个地位。但是我们要问弟兄姐妹，人类竟然承受了这样上帝所赋予这样的一个崇高君王的这样的一个华冠，这样的一个地位，但是这个所承受的地位又是如何呢？我们看到经文的第5节、第6到第8节说：“你派他管理一切的。”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牲畜、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游在水里的，都伏在他的脚下。弟兄姐妹，从这个经文，我们可以了解到一件事情：上帝赋予人类有一个责任，就是要去管理他所创造的一切。但是我们特别要留意这个“管理”这个字，这个当中的管理，不是要我们去毁坏，不是要我们去杀害，乃是要按着上帝的旨意，使万物生生不息。这个当中要建立彼此间的秩序，所以我们是要恢复，我们是要和好。我们与这个土地和好，我们与环境和好。所以弟兄姐妹，上帝命令挪亚造方舟，目的是保全生命。约瑟被卖到埃及，任命做埃及的宰相，也是为了保全生命。在创世纪第5章第5节，45章第5节，上帝创造万物是赋予万物去保存生命，所以我们也看到了上帝的拯救是为了确保生命得以保存、恢复健康的生命。这个是上帝的心意，给予人类有这样的地位当中，我们要去做的责任，以及我们的使命。所以弟兄姐妹，玉山神学院深知到这种人类被上帝赋予君尊的冠冕与管理的责任，预审知道，所以长期的也在致力推动重视身份认同，培育教会、社会服务人才的整个双重的这样的一个使命，努力的扮演维系原住民社会文化的重要角色。因为我们从这个当中也看见了，上帝也赋予原住民这样非常崇高、荣耀、尊贵的冠冕，原住民也有这样的身份地位，为要彰显上帝的伟大，所以玉神背负起这样的责任。这个是早期我们玉山神学院
所谓的先辈们这样的一个纪念的一个照片，是为了教会与部落人才为信仰宗旨。那第二个，原住民玉山神学院到底背负着什么样的责任呢？第二个是重视圣经与信仰反省。刚刚我们从了诗篇第8篇这样的一个神学一个论述跟信仰的一个看见，我们要问现今的以色列人是如何看待以及回应的呢？我们据以色列的历史家所述，他特别说到，自主后70年圣殿被罗马人拆毁之后，以色列人就过着那种流亡的生活。但是由于以色列人长期在欧洲这个地方长期流亡，没有自己的国家，而且在历史上有不同程度的这样的一个启示，还有迫害，所以呢，在19世纪末的时候，在当时就发出了这种各种国族主义的这样的一个兴起，当中发展出这样的一个西安复国主义。这个主义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主义呢？就是很大的一个程度强调着犹太人他们必须要自立自强，他们必须要保家卫国，他们必须要摒弃着过去那一种任人宰制的那一种柔弱的形象。这个主义当中告诉他们，他们要回到他们自己的故乡，也就是巴勒斯坦。他们要在那个地方再次重建，靠着自己的劳动建立社群，与土地连结。在这个当中背景的发展之下，在当时候激励不少的犹太人流亡在欧洲的年轻人，他们来到当时为英国托管的这一个叫巴勒斯坦的这样的一个地方进行屯垦开垦，所以其中就发展出比较很有名，大概网络上都搜寻得到，叫基布兹这样的一个地方他们在推动着农场的这种合作的机制，管理自己的土地。我想弟兄姐妹，最惊人我们看到的是，当然最近代以色列人在亡国2500年后竟然复国了。在这一个复国的同时的当中，我们看见了他们在上帝所应许他们的土地上，仍然保存着他们的语言、他们的民族、他们的宗教信仰和他们的文化，这是史无前例的。所以我们看到基于此，在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复国的时候，这个实现了重建大卫倒塌帐幕，他们吃他们喝自己所栽种的葡萄酒和葡萄，来为着荣耀彰显上帝的全能。弟兄姐妹，与其说这些归回到巴勒斯坦建立屯垦社群的这些初中题目子，来自对犹太人长期流亡在外，并遭到歧视、迫害等等的这些反扑，我们倒不如说是因受到长期他们对圣经、对信仰上的反省这样的一个影响在当中，所以他们得以胜过他们的苦难，在他们的族群当中、生命当中显出上帝的全能跟同在。所以我们当中玉山神学院也看见了这样的一个重要性，所以玉山神学院也背负起从事原住民神学教育，期盼从原住民的生活实况当中跟圣经做一个对话，期待在神的话语当中
找到生存的力量，以及希望和盼望。所以这是御神所背负的责任。第三个，御神也背负着山地早日成乐土这样的一个期待跟看见。1949年，国民政府失去中国这样的一个流亡至台湾。我们知道这样的一个历史，为了使这个统治权合理化，当时候提倡的是山地平地化之教育政策，使原住民成为被掳的、瞎眼的、被压制的贫穷人与偏远人。在政治上与教育的一个策略的推波助澜，原住民失去了属于他们的基本的人权跟尊严。但是非常感谢上帝，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上帝顾念我们原住民。玉山神学院的创立，就是在时代的洪流当中被设立的，在这种非常关键以及这种真空的这样的一个年代当中，守护着台湾原住民族群。玉山神学院设立的宗旨，很清楚的开宗明义的指出，从原住民的生活实况来诠释信仰，参与上帝国的宣教的神学教育，期待着原住民的生活处境呢，就如同牧师今天第3个主题的主题一样，山地早日成乐土，也期待着那种乌云笼罩的荒山幽谷，期待着变成百花盛开的一个漂亮的花园。那个地方充满着上帝的爱、公义、和平、喜乐以及盼望的那样的一个馨香，可以去流遍到各地。这样的一个目标，这样的一个理念，感谢天父上帝，就如今天所读的经文一样，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1990这个当中，原住民神学遍地开花结果。这个开花的结果，开出了真理的花、公义的花。在原住民的这样的一个正民运动推动下，许多的牧者们，从玉山神学院毕业的，或者是正在读书的神学生，他们推翻了无缝神话，拉倒了无缝铜像。当中更是我们勇敢的脱去了所谓的野番、生番、熟番、高沙族、高山族、山地人的形象。就如我们在诗篇第8篇今天所读的经文一样，神学当中里面，我们也找到了上帝为子民的这样的一个骄傲，身为上帝子民的骄傲。我们将上帝的形象样式穿戴起来，我们自己命名为原住民，因为我们也看见原住民也有这样的一个身份，也有这样的一个尊贵跟地位。在还国土地运动之后，就如同今天所读的经文第8篇第6到第8节当中，上帝所赋予给我们这样的一个责任，来管理他所创造的这样的一个看见的时候，在还国土地运动完成之后，原住民也顺理成章地接受上帝所赐的土地，就是所谓我们的传统领域。这个地方是我们的先辈们、我们的祖先们生存狩猎的这样的一个空间，我们也努力地争取到，由我们原住民自己的族人来守护着。所以土地是上帝的，我们看见的时候，我们只不过是为
为子孙们来管理跟保全的一个人而已。所以弟兄姐妹，玉山神学院确实带给原住民族群有许许多多的帮助跟一个影响。玉山神学院这里培育出非常许多优秀的原民牧者，他们去到原住民部落，在那里扎根，在那里牧养、设立教会，给予我们部落族人洗礼，成为上帝的孩子。我们更是秉持着我们校歌的歌词里面的精神，不怕风，不怕雨，带着这样的精神去到原住民部落，为主传福音，建立教会，期待希望能够帮助原住民部落跟族人可以找到生存的希望以及力量。然后弟兄姐妹，感谢上帝的是，这样的祝福也流到我的部落司马库斯。司马库斯部落在40几年前是被记者形容为黑色的部落，原因在于1979年台电才进入到我们的部落，道路更是迟至到1995才开通。我们的部落实在为落后，甚至是最晚开发的一个部落。就如刚刚我们所读到的经文一样，以及刚刚在诗班我们唱的第2首歌《阿朗马库斯曼乌斯》，我的部落司马库斯，歌词写道：过去早期的生活非常的贫困。这张照片是从我们部落对面的星光部落有一个记者所拍下的一个照片。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命名为黑色的部落，我们看到环境，我们看到那样的生活是非常的落后，所以才命名用这样的一个形容词来形容。甚至我们非常辛苦，因为道路没有开通，电先进来，所以我们要背电冰箱进入到我们的部落，从对面的部落到我们的部落，漫长的这样的一个道路要走9公里，45度的这样的一个陡坡，走到溪底，然后再爬到我们的部落，很辛苦。但是我感动的是，这个曾经没有人想要愿意来造访的部落，就如我们刚刚所唱的这个歌词一样，没有人愿意想来到这个地方。但是感谢上帝，感谢上帝的是，司马库斯部落基督的爱驱使了玉山神学院毕业的牧者，他们受装备完成了之后，他们就要到各个原住民部落去传扬福音。但是他们愿意来到这个非常偏远、非常遥远新竹县尖石乡最深山的部落司马库斯，他们要在那边传扬福音，建立教会，给予我们族人洗礼，教导我们认识圣经的真理。那在这样的一个长期的信仰培育之下，这样的一个造就之下，由牧者这样每周礼拜天以及礼拜3、礼拜5的各个礼拜，用神的话语来教导的时候，2000年，我们的信仰的前辈们、长辈们，史无前例的推动了这种合作共生的生活的一个心态跟制度。我们将我们的土地纳入在一起，我们一起工作，我们一起用餐。这个当中就是如同我刚刚在前面 PPT 秀给大家看的，我们在努力朝着
过着一个如同使徒行传所告诉我们的同心合一、一起用饭的这样的一个彼此相爱的家庭跟生活。弟兄姐妹，在这个当中，我们一起生活，我们也用我们每一年所得到的盈余，作为我们会员福利上的一个补助跟基金，包含教育、医疗、老弱，然后我们整个婚丧喜庆、家务的建修、建造，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共同基金来帮助。所有孩子的学杂费，从幼儿园到高中、大学、硕士、博士，都由我们教育基金来支付。我们也有老人年金，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这是我们在推动的部落全人照护体系，生老病死几乎是全部都包办了。我们每个月的薪水是3万块，那我们也有年终奖金，甚至在结婚的时候有5头猪的补助，还有20万来做这样的一个流水席。当然还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福利在当中，我们也有年假，所以我们在过着一种彼此相爱的一个生活，这样的一个社群。然后呢，我们也跟我们的土地连结在一起，用心的管理吃喝自己所栽种的农作物，一直到现在。弟兄姐妹们，我们也是诚如朝着玉山神学院的理想，3地早日成乐土这样的一个期待，我们努力的在实践。在这当中，给大家来欣赏一下部落的这样的一个照片。这是我们的部落的大剧目雅雅的巴弄，这是千年的红桧树木，许多的旅客朋友来到这个当中来欣赏上帝的创造，这就是上帝一个美好的祝福，在他的部落司马库斯。这是部落的樱花季盛开的时候，是在2月、3月。记得我们看到照片当中的牌楼，可能有点太远了，看不太清楚。但是牌楼上面我们挂了几个字在当中。我刚刚所说，我们之前40年前，记者命名我们部落为黑色部落，但是因着上帝的恩典，透过宣教师们、牧者们这样的努力、辛劳传扬福音，我们看到上帝的恩典满满祝福在这块土地上，所以我们不再认为我们是黑色的部落。我们在部落的牌楼前面宣告着，这是上帝的部落司马库斯。所以如果曾经你有到访到我们的部落司马库斯，你下山你会看到这样的一个门牌牌楼放在我们的部落前面。这是我们在宣告，我们都在做为荣耀彰显上帝的伟大。所以弟兄姐妹，预审背负了这样的一个3地早日成乐土，希望每一个原住民部落族群有这样的一个看见跟期待。这个当中，我放一段玉山神学院的亲安报告的影片，最后为我们最后的一个结束。这是台湾唯一原住民的神学院，栽培基督的仆人、原住民传道人，就如同刚刚所说的。我们也有团契的生活，这是培育神学当中非常重要的。我们一起
起来建造、维护我们的校园。我们也推动各个论坛，一起来讨论神学的议题，甚至在推动各区教育课程的一个计划。现在仅有25间的教室，有400多位的学生。有的时候我们也会用线上课程的方式来上课。我们也推动了原住民哲学博士学位的一个课程。结合北美原住民神学研究所，去年4月3号，宜兰花莲这个地方，这个重创也影响到我们的神学院学校。宿舍的厨房，教室的天花板非常严重。所以我们要延续这样的一个灾后重建的工程。最后这边列出整个经费需要跟代祷的事项。综合大楼现在我们还欠贷款，大概有3900多万。好，以上。我想玉山神学院当然是在这种非常优美的环境湖畔的这个山坡上，正在经历着79年这样的一个时间，我们努力的在肩负着上帝给予玉神的一个责任跟使命，不断成为原住民部落族人的祝福，也为台湾为世界带来祝福，彰显上帝的伟大。现在我们仍然遇到着就是少子化的一个问题。当然，现在还有很多很多艰难的问题，但是我们始终相信，上帝仍然一直在动工。我们相信上帝会供应我们一切的所需，并指引我们前方的道路。当然，更重要的是，我们更希望大家在座的所有弟兄姐妹，持续的一起来支持，一起来关心玉山神学的原住民神学教育的发展跟推动。我们透过守望的祷告，我们一起来纪念，祈求上主赐给玉神有信心、有智慧，继续的去背负起这样的一个责任跟使命。我们都知道，目的是彰显上帝的伟大。司马库斯部落也在彰显上帝的伟大，因此我们今天诗歌班也在这里做诗歌见证的分享，也一起来与我们弟兄姐妹彼此的互相的祝福。愿上帝纪念祝福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我们再说一句台语
愿这个天被上帝祝福你啊！上帝祝福我们在座的所有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你的名何其美丽，你的荣耀长存不变。你以超乎所想的爱创造万物，使人得以在宇宙间称为尊贵的，被授予管理一切的这样职分。诗篇8章提醒我们，你的伟大远超过我们的认知。求你帮助我们，常怀着敬畏的心，谦卑的尊崇你。主啊，我们为新竹公园教会的弟兄姐妹献上感谢。求你恩典满溢在每一位弟兄姐妹的身上，保守教会的牧者长职们能以智慧、爱心带领羊群，彰显你的荣耀。也求你祝福玉山神学院的师生，使他们在真理当中扎根，成为见证你救恩的器皿。愿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常常纪念你奇妙的作为，活出合神心意的生命，让我们周遭的人透过我们的生命看见你的伟大跟圣洁。谢谢主，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感谢牧师的敬祷。咱三个来吟回应诗圣诗第38首。圣诗第38首，俄罗全能的主上帝。请大家起立来吟全首。
请坐。这是大家来奉献，归迎上帝行到恩典，请事现的同工。请大家起立，到庭来念圣诗382首。请事现同工来祈祷。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上帝，感谢你创造了天地，感谢你用长阔高深的爱来爱我们，感谢你在我们的生活中丰富的供给和看顾，也让我们每个人有不同的恩赐，在不同的事工上彼此的服侍，彼此的帮助。我们也愿奉金钱为圣工使用，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请坐。这是我来报告一寡教会消息。今日是玉山神学院奉献的主日，欢迎司马库斯的诗班甲牧师来讲道请安，谢谢。黄牧师今日去永和教会罗牧师去乡村教会共工来。第二点是中昼要开一个座谈会啦，因为咱7楼已经10到半，这个会堂嘛用差不多要20年啊，咱内部要做一个调整但是场地就是安尼啦，所以看要咱来配合大家拢会使把这个场地用较上好啦所以中昼有一个座谈会，3点嘛，佫有建筑师的要来看，咱看要咱来调整。后一项，后礼拜原生合同合唱团会来本会献诗，第礼拜中献诗，大家来使加减邀请，尽力来邀请，咱的亲戚朋友来到庭来分享，来享受上帝的祝福。圣徒领袖的培训课程已经几摆后一摆是24号，早起9点半，伫6楼607教室同款的老师，搁后摆搁一摆是6月14啦咱即摆我咧进行幸福小组。大礼拜6个礼拜日拢有昨下晡2点伫607是运动很幸福，今日下晡
今仔早起10点啦。昨下晡2点，昨下晡10点啦吼。昨早起10点，今仔下晡2点。好，过来25号下午2点半2楼美美谷老师的研习会，我请林慕天传道来讲，你敢爱我比这较深？然后奉献证明阿明领5月咧报税吼，大家会记得去甲预算干事来领。这2天各中咧会考，一寡兄弟姊妹囡仔个咧考试请大家斗阵来祈祷，愿上帝赐福带领。好，牧师我伫个说，应该是无啥通补充啦吼。林秀雄弟兄5月7日安息，24号10点伫个别礼拜伫教会，安葬礼拜应该是接续了伫雅各山基督教牧园啦吼，有意思有要滴的会记得来参加吼。好，报告到遮，过来咱吟祝福齐恳的诗。圣诗第392首，俄罗上帝万福本源392首，请大家起立。遮济，别倒，来，请牧师祝祷。我们一起领受祝福。愿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请坐，别倒去闭会。